起初，神創造天地。創世記1章1節。你係咪太熟悉聖經嘅第一節經文，而唔再仔細留意？冇錯，呢一節經文係話神創造咗宇宙萬物，但係呢一節經文亦都為整本聖經嘅內容提供咗正確嘅參考標準。呢一節經文話俾我哋知，整本聖經都要從地球嘅觀點嚟查考神同所造萬物之間嘅關係。雖然創造嘅焦點係喺全宇宙，但係對我哋嚟講，最重要嘅景象卻聚焦喺呢一度，即係地球。神雖然創造咗宇宙萬物，但係佢決定要講述嘅係關於我哋嘅故事。聖經唔係關於分子物理、微生物學、內分泌學等等理論學，而係關於人與神之間嘅關係。聖經甚至亦都唔係關於倫理、靈性、道德或者係傳福音，呢啲全部都唔係中心點。聖經係一個愛的故事，講述一位愛人唔放棄佢嗰位任性新婦嘅故事。咁樣嘅了解無比重要，可以防止我哋被拉離聖經真正嘅重點，以免我哋離題去討論玄妙嘅宇宙狀況，或者係芥菜種子嘅大細。每個人都知道地球唔係宇宙嘅中心，但係就喺聖經嘅第一句說話，神介紹咗地球嘅獨特性，佢將注意力集中喺地球上。神創造咗天同地，我哋而家居住嘅地方係屬於佢嘅，因此我哋嘅宇宙觀要從佢開始。喺神所寫嘅聖經裏面，我哋居住嘅地球村係佢關注嘅焦點，所以聖經唔係考察萬物嘅科學百科，而係記載咗喺地球呢一個舞台上眾多獨特嘅以與神關係為取向嘅人事物。希伯來文從旁觀者嘅角度嚟觀看記錄呢一個愛嘅故事。神渴望將呢啲事情顯俾佢嗰位愛人同新婦知道，即係俾我哋每一個人睇。而家我哋知道咗神嘅心意，將點樣影響我哋嘅世界觀同行為呢？你我一生嘅故事，真嘅係關於同神嘅愛情故事嗎？或者係時候我哋應該放低所有嘅理論、神學同思考，再次讀一讀呢一封來自天國嘅情書。